上一集我哋講咗梵高點樣由一個不斷失敗嘅年輕人慢慢變成畫家。今集我哋唔再只係講佢嘅人生故事，而係用喺博物館睇畫嘅方法，近距離睇佢嘅畫，分析佢嘅筆觸、顏色嘅運用，同日本藝術點樣改變佢對世界嘅睇法。我哋會由夜間咖啡館、夜晚露天咖啡座、龍河上的星夜一路睇到星夜、杏花、在雅爾的臥室、向日葵同麥田群鴉。睇下梵高點樣將一種睇唔見、講唔清，甚至連自己都未必完全控制得到嘅情緒，變成畫布上一筆一筆睇得見嘅力量。第一次近距離睇梵高嘅畫，好多人都會被佢嘅筆觸吸引住。啲油彩唔係平平地咁樣鋪喺畫布上面，而係突出嚟，好似仲保留住畫家隻手嘅速度、力度同方向，每一筆都好明顯，每一筆都好似有自己嘅節奏。但梵高嘅筆觸並唔係亂數嘅，你睇佢嘅自畫像啦，背景好多時好似一圈一圈咁震動，仿佛空氣本身都唔穩定。但去到面部、鬍鬚、額頭同眼窩，筆觸又會跟住骨架、肌肉同面部嘅結構走。佢唔係只係畫一塊面，佢係用一筆一筆令畫中人好似有呼吸、有溫度，甚至有一種精神狀態。梵高好善用厚塗法，特別喺雅爾同聖雷米時期。早期作品就相對克制，油彩喺佢手上唔再只係顏色，而係有厚度、有方向、有觸感。顏料可以厚到好似泥膠咁突出畫布，清清楚楚留下畫筆或者畫刀嘅痕跡。喺梵高手上，顏料可以變成風，可以變成光，亦可以變成心跳。講梵高，大家好容易話佢用色鮮豔，但鮮豔只係表面。梵高對顏色嘅處理唔只係追求鮮明，而係利用顏色之間嘅對比同互補去推動整個畫面。例如互補色有黃色對紫色、藍色對橙色、紅色對綠色，呢啲互補色一出現，畫面就唔再安靜，而係開始震動。呢種震動唔只係視覺上嘅刺激，亦係心理上嘅波動。例如夜間咖啡館，紅色嘅牆，綠色嘅天花，黃色嘅燈光刺眼到好似唔俾你休息。呢度嘅顏色唔係裝飾，而係製造一種心理壓力。梵高想畫嘅唔係一間普通咖啡館，而係一個令人坐得唔舒服嘅地方。紅同綠互相衝撞，黃光壓落嚟，成個空間好似有一種精神上嘅熱力、煩躁同埋危險。我哋去睇下梵高畫夜晚啦。對梵高嚟講，夜晚從來唔只係黑色。夜晚露天咖啡座入面，黃色燈光照住露台，深藍色天空佈滿星星，街道向遠處收窄，將觀眾慢慢帶入畫面深處。成幅畫幾乎係唔靠黑色去建立夜晚嘅。夜色喺佢筆下變成一個由冷藍、紫羅蘭、暖黃同橙色交織出嚟嘅空間，一邊係城市，一邊係天空，一邊係人間燈火，一邊係遙遠嘅宇宙。夜晚露天咖啡座可以睇成梵高探索夜景同星空表現嘅其中一個重要階段。去到龍河上的星夜，呢個夜晚就變得更加安靜。深藍色天空壓喺河面上面，遠處嘅煤氣燈喺水上拉出一條金黃色嘅倒影。前景有一對戀人沿着河岸散步，佢哋好細好靜，幾乎被夜色包圍。呢幅畫面入面有兩種光，天上嘅星光同城市嘅燈光，一種遙遠，一種貼近，一種屬於宇宙，一種屬於人間。同後來嘅星夜相比，龍河上的星夜明顯平均好多，天同地，水同光，戀人同宇宙，短暫咁保持住一種和諧。但由呢一刻開始，梵高其實已經慢慢將夜空由背景推到畫面嘅中心。到1889年，夜空喺星夜入面成為畫面真正嘅主角。星夜係梵高喺1889年6月住喺法國聖雷米療養院期間畫嘅作品。畫面下面係一個安靜嘅村莊，上面係不停旋轉嘅天空，左邊有一棵高高嘅柏樹，好似黑色火焰由地面升上天空。呢幅畫唔係單純寫生，當中有部分風景同療養院附近嘅景觀有關，但亦有啲元素來自記憶、想象同情緒。梵高唔係只係畫自己望到嘅夜空，而係將一個夜晚變成一種精神狀態。近距離睇星夜，
你會發現佢嘅天空其實唔係一片普通夜空。梵高用好多短促、彎曲、有方向嘅筆觸去組成星星、月亮同雲帶。星星唔只係一點光，而係一圈圈向外擴散嘅光暈。月亮周圍亦唔係平滑發光，而係由黃色、白色、藍色嘅筆觸互相推動出嚟嘅。最重要係中間嗰條漩渦形雲帶，佢好似一股流動緊嘅氣流，由一排排彎曲嘅筆觸連接而成。每一筆都有方向，但放埋一齊就形成一個更大嘅旋轉系統。有研究分析過星夜嘅視覺結構，認為佢同某啲亂流嘅視覺特徵有相似之處。大漩渦入邊有唔同大小嘅漩渦。雖然有人反駁過呢一種說法，但如果用呢一個角度去睇，你會發現畫面入面同樣存在唔同尺度嘅流動感。巨大嘅雲帶、星星周圍細細個嘅光環，以及背景入面更加細碎嘅筆觸，呢啲大中細唔同尺度嘅形態同時出現喺同一片天空。再加上光暗分布唔平均，星星同月亮特別光，深藍色嘅天空入面又有細微嘅亮度變化，令整個天空望落去好似一直喺度流動咁。星夜嘅力量來自畫面入面兩種對立嘅力量放埋一齊。今日嘅星夜係舉世聞名嘅作品，但梵高本人對一啲帶有想象成分嘅作品，其實有時態度比較保留。佢喺信件入面曾經提到，自己有時會質疑呢一類創作方式是否穩固，因為創作者嘅重要作品有時未必係佢自己最有信心嘅作品。梵高唔知道星夜之後會成為全世界最多人認得嘅畫之一，但確實佢又做咗一件極之罕有嘅事。佢將內心嘅躁動、不安、痛苦、信念同對光嘅渴望全部放入喺夜空入面。所以當我哋今日再望住星夜，望到嘅唔止係星星，而係一個人喺黑夜入面仍然相信光會存在。要理解梵高點樣處理顏色同構圖，就要講到日本藝術。梵高收藏同臨摹浮世繪亦深受其影響。不過佢對日本嘅理解其實帶有某些程度理想化嘅想象。佢吸收嘅主要係平面構圖、裁剪嘅方式同埋線條嘅語言，而唔係一定係完整文化脈絡入面嘅觀看方法。浮世繪裏面嘅平面色塊、清澈輪廓、大膽裁切、高地平線、斜線構圖同埋對自然細節嘅重視，全部都令梵高發現畫畫唔一定要跟住西方傳統嘅視覺同陰影走。世界可以被剪裁，空間可以被壓平，一條樹枝、一片天空、一朵花都可以成為整個畫面嘅主角。呢一種影響喺《杏花》入面特別明顯。《杏花》係1890年梵高為咗慶祝弟弟提奧個仔出世而畫嘅禮物。杏花作為早春開花嘅植物，經常會令人聯想到新生命同開始。畫面嘅角度好特別，梵高冇遠遠咁畫一棵完整嘅樹，而係好似自己企喺樹下面，抬頭望住樹枝同天空。地平線消失咗，傳統空間深度亦消失咗，剩低嘅係藍綠色嘅天空、黑色扭動嘅樹枝同白色粉色嘅花。花冧隨住啲樹枝喺畫面上延伸，好有書法嘅氣魄。花瓣一塊一塊打開，安靜而有生命力。梵高吸收咗浮世繪嘅大膽剪裁、平面感同裝飾線條，但佢唔係照抄，而係將呢一啲元素轉化成自己嘅語言。杏花同星夜表面上好唔同，星夜係將夜空變成流動嘅力量，而杏花就傳遞一種安靜清新、充滿新生命力嘅畫面。但兩幅畫其實有一個共通點，梵高都唔係單純複製大自然，佢係借大自然去表達情緒。星空唔只係星空，花枝亦唔只係花枝，佢筆下嘅大自然好多時候都會變成內心狀態嘅回響。梵高畫星空、畫花、畫麥田，亦都有畫自己間房。在雅爾的臥室係1888年梵高搬入雅爾皇屋之後畫嘅作品。畫面好簡單，有一張床、兩張凳、一張細台，牆上有幾幅畫，仲有洗漱用品。但呢一幅畫唔係普通室內畫，當時梵高想將皇屋變成一個南風畫室，一個藝術家可以一齊生活、一齊創作嘅地方。所以呢一間臥室唔止係瞓覺嘅地方，亦都係佢對安定、友情、休息同歸屬感嘅想象。
覺唔覺得呢一幅畫入面嘅角度有啲奇怪呢？地板好似向上斜，家私好似有少少扭曲，空間唔完全合理，亦唔係傳統寫實。佢冇用陰影去建立深度，而係用色塊互相平衡畫面。雖然今日睇落係藍色，但梵高原本嘅畫其實係淡紫色嘅牆、紅色地板、黃色家私、紅色床笠，所有嘢都好直接、好平面。畫裏面冇梵高本人，但佢想要嘅生活其實全部都喺晒入邊。講到亞爾時期，冇可能唔講向日葵。梵高喺亞爾時期先後畫咗7幅向日葵，以綠松綠色、深藍、淺藍或者黃色做背景。呢一組畫原本係梵高為咗迎接高更黎亞爾而畫嘅，佢想用向日葵裝飾黃屋，令房間充滿溫暖、光同埋生命力。但向日葵唔只係花，有人會覺得佢代表住唔同生命階段，有啲花盛放，有啲低垂，有啲開始枯萎，有啲只剩低種子。生命力同腐朽感喺同一個畫面入邊同時存在。我哋今日最主要講嘅向日葵係而家收藏喺倫敦國家美術館嗰幅，係指以黃色做背景嘅版本。呢幅畫最特別嘅係佢嘅黃色，背景係黃，台係黃，花樽係黃，花亦係黃。佢好似故意將自己嘅調色板限制喺一種主色。佢自己形容呢一幅係一幅全黃色嘅畫，但入面嘅黃色其實係由濃郁嘅橙黃一路變化到背景淡淡嘅黃綠色。呢幅畫描繪咗一個大過真實大小嘅花樽，入面插住向日葵，配以淡黃色背景，啲花頭發放出一種強烈能量，用大膽嘅黃上黃色彩組合表現出嚟。向日葵第一眼好溫暖，但望耐啲會見到花嘅狀態各有不同，有啲盛放，有啲開始凋謝。有人會將呢一啲差異理解為生命唔同階段，但係呢一種解讀更多係後來觀者嘅詮釋。講到梵高晚期，好多人會諗起麥田群鴉。呢一幅畫喺1890年7月創作，畫面有金黃色嘅麥田、烏雲密布嘅天空、一群凌亂低飛嘅烏鴉同3條通向唔同方向嘅道路。因為梵高喺同一個月離世，所以呢幅畫長期被講成佢生前最後一幅作品，甚至被解讀成自殺前嘅預言。但現代研究一般已經唔再確認麥田群鴉一定係佢最後一幅畫。3條路穿過麥田，但冇一條清楚帶向終點。天空低沉得好似快要壓落嚟咁。金黃色嘅麥田本來代表豐收同生命力，但喺深藍色嘅天空之下，變成一種強烈對比嘅壓迫。而嗰群黑色烏鴉未必一定象徵死亡，畫面帶有一種不安同動勢。但呢一種感覺未必有單一固定嘅象徵意義。麥田群鴉令人不安，唔係因為我哋知道梵高之後離世，而係就算忘記佢嘅結局，畫面本身都好似喺度講緊有一場風暴已經好近。所以下次你見到梵高嘅畫，可以試下望慢一啲啊，望下啲筆觸點樣推住畫面走，望下顏色點樣互相靠近、互相衝撞，望下一片天空、一張床、一個花瓶、一條麥田小路，點樣唔再只係現實入面嘅嘢，而變成一種感覺。你可以喺夜晚露天咖啡座入面睇人造光同星光，喺龍河上嘅星夜入面睇夜色嘅安靜，喺在雅爾的臥室入面睇一個人對安定嘅渴望，喺向日葵入面睇生命力同枯竭，喺杏花入面睇新生命，喺麥田群鴉入面睇不確定同壓迫。最後喺星夜入面睇一個人點樣將宇宙、記憶、痛苦同希望全部變成畫面。所以我哋今日睇梵高，係睇佢點樣用畫筆將內心入面最難講清楚嘅嘢留喺畫布上面。如果你鍾意用藝術品聽故仔，記得訂閱、like 同留言話我知，同我哋分享下有啲乜嘢嘅藝術品你認為係滄海遺珠啊！我哋下集見。